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杂志。这礼拜我带大家来关心，桃园惠顺过贴片的俄罗斯体系，最少已经有7600年呢。俄罗斯桃园一年增长2.1公分，成长的速度是3分之一1/4。轨道坑的结构提供的可用生物，伫隔壁还有生长的空间。其中，伫惠顺地冻季节的太潭俄罗斯，当地嘅面对强会卖铁的危机。总有按算伫亚达贝建置T3天然气接收站，环保团体同学者专家系因那嘢为保存俄罗斯去抗议，也没提出这台湾的能源政策。天然气需求量虽然伫2035年前会一下未增加几多，不过到2040年边呢，又会降到一下未量。安尼将作为到减碳的目标，所以学者专家就讲，天然气是一个暂时的选择，比到一个可能将用20年的接收站，才会破坏到有7600年的俄罗斯。安尼实在是过小大的做法。用选票，用选票，不早教，不早教，用选票，用选票，反空污，反空污。17年初3，环保团体联合起来，伫回头几项反恐怖与俄罗斯友好，为全面用选票来反污修。连续13天里面开了3次的环评大会，这个是史无前例的。然后在10月5号当天，他宣称可以用3阶来换深澳，接着就在10月8号强渡关山了。健康永续，早教永存。所有的医用学者都告诉我们，大潭藻礁的生态不好，沙螨严重。为什么我们眼睛看见的跟学者、专家学者、医用学者看见的是不一样的东西？东道家中亚土雷神俄来参加，记得很多的俄罗斯回水是才很有动丰富的生态。藻礁就是生态很丰富啊，然后我们小孩在藻礁就是那个大潭那里看到海星，所以我小孩就说我们要做海星大队，我们就做一个很大的海星这样。我遇到了天呐，还有财神多杯孔珊瑚，我觉得很好玩。我还看到鸠猛球部件，还有螃蟹，财山多杯孔珊瑚，还有那个海星裸胸唇。还有什么山？那你知道现在藻礁发生什么事情吗？要被开发。被开发压下去，然后盖天然气。我会很希望说，为我的孩子留下一点点东西，然后为我的后代子孙再留下一点点东西，而是自然的资产，而不是人为的。去年中央人员游览群众队伫俄罗斯去发现了一支保育类财产头被空散布，今年东回太后团队也发现本国际自然保育联盟列走强为问题的不足，误杀。而且我们发现的不只是大只的，事实上是小只的，就是50公分长，刚刚生出来的。那这个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是育婴房。国小甲天涯、爸爸涯、共与回旋、天固。个数量全部会看动到，其他变成濒临物种来讲地宫哦，来讲鲨是最海洋生物里面最顶尖的。林慧君讲，原来嘅调查唔算调查到当秋前，不过长安央处已经发现当尊贵生物，佢配算系生态内打击消费者嘅回满率，数量超过1200枚，用美修复海还拿住50-60万只，还个特别多出新发现。就代表是说，我们对这个地方的了解实在是还不够，还有新的发现。一方面很兴奋，一方面真的觉得很无奈了。现在这个状况非常的不明。大潭地区的藻礁，它是一个非常健康、非常完整的生态系。那它也提供了我们很重要的生态系的服务功能，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地方能够在经过我们的这科学证据的这个提供以后，能够把它保存下来。
土壤回旋24公里嘅俄羅斯體系被編選為工業風業，最近冇馬上不地，下個學長認為太貪了這個生態係一等精彩嘅。那污染是一回事，污染有救，你今天把它整個挖了，就應該是沒有救。規劃單位也提出，為了規劃範圍推動維護20公尺來降低對俄羅斯嘅影響。不過點為之大拍講，幾多講嘅20公尺根本冇學術基礎。從保護的角度，這是7000年、1萬年的事情，就是往外移哈。這個專家有不同的意見，但是我們都做最大的可能來回避哈，還是減輕對可能的，即使是那樣的在海深15公尺以下的礁床的一個減輕它的衝擊哈。工業港它的面積高達900公頃。900公頃的一個範圍，你往外面推20公尺，根本就是杯水車薪，根本是完全沒有作用的。那這樣子的一個主張居然可以提出來，我們也是覺得，那你有沒有一個依據？為什麼要20公尺？20公尺到底是夠還是不夠？那環委不用解釋嗎？中油不用解釋嗎？很多專家學者都提出來，因為在大潭那個地方水域是非常混濁的。有做過那個當地的一個水下的一個調查，其實它藻礁的生態是比較不豐富的。香港為規劃嘅20件空調，規劃面積已經對本地嘅232公頃，所涉寸到23公頃。不過判中警告也根本就係虎丘夾彎。我哋一擺審查係按照工業港嘅環線差，既然工業區部分哈冇買填通，佢講佢縮小到23公頃。老俩哈，工業港都完全冇關係啊！都在講那23公頃，完全忽視900公頃的存在。但最大的傷害其實是工業港的建制。工業港的建制跟當初要叫白海豚轉彎是完全一樣的事情。那你要叫紅肉阿紀礁轉彎嗎？觀塘這個案子在1999年的時候已經通過環評，一再的拿20年前的一個環評，然後來開發20年後的一個環境，所以這個一個整個環評的一個程序，它是很吊詭的。地回旋做工廠，讓勇敢切對唔會是係水工嘅解決題，係規格回旋。不過禮拜通過環評嘅，像係提出起嘅話，難為還要停起，按用本塊來做環評也不言注意。一個開發案，它是一個整體，它如果有1期、2期、3期，現在就已經有規劃。理論上來講，應該一起納入環評，而不是我先做一點點，那邊做一點，這邊做一點。將來這個東西對整體的造成的影響是很大的。環保團體夾派建議係轉建為第3天然氣接收站，都做啲規定點條填廠推俾港內氣。不過中小講按樣做條文嚟維護唔產。那外港現在都是海嘛，一片海，可能甚至會長達18年了啊！這樣的一個期程來講啊，根本沒有辦法符合大潭電廠它在111年、112年的一個用氣需求。記得哈，2014年佢都有個可行性評估，你嘛首選都係替代方案喺特別講。嗰兩時特別講，睇咗嘅8年到10年都做得好，哦。不過本記得你喺講起來，18年這樣做得好。唔講用法嚇要按離譜嘅評估咯。如行傳5期到行政人挑車，對住北航搭訂人要嚟前底上片嘅搭子，抗議幾間附屬係讓用環評。觀塘天然氣第3接收站。如果環評通過有辦法順利興建的話，行政院也可以同意經濟部重新評估深澳電廠停止興建的可行性。針對這個行政院長指導部分，我們要求官派委員必須要回避。可是呢，這個環保署它的動作非常快，我們在地狀的隔一天，它馬上就已經駁回我們的請求，這是前所未見的。很密集，只為了觀塘這個案子開，而且出席的委員是一個官派比民間來多的情況，在環評大會裡面不太常發生。我們相信一套機制其實是可以替我們國家的環境來做把守，但這套機制如果變成是只是操弄的時候，那我們的民眾對於政府的信任會蕩然無存。貫通案第案落錯嘅環評下通告，環保團體嘅提起數年落行至註銷。
大概2、3年的时间会有一个结果，但我们目前是蛮有把握，因为确实这个过程当中、程序当中是有蛮多瑕疵的。那如果这个环评最后结论是被撤销了，也代表这个3阶可能做了2、3年之后，并不能启用，或者是还没盖好。都是这环评案系不能撤销，对贵界国家经济计划的问题时，也提出未有动态的让步。中油在这个时间点，因为诉讼已经提出来了，因为瑕疵蛮具体的，它应该要把其他的替代方案，这个时间点同时拿出来评估来执行，对于整体的供气的稳定，对于能源转型才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不过中油案说，明年是5月个出的亏股，俄罗斯强出的保唔系呢。如果今天它已经开始开发了，就算我们将来诉讼赢了，也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对，就已经破坏掉。那我们在这个诉讼之前，我们就会先提出所谓的暂缓执行的一个请求。这张图上面所写的。是今年初5，环保团提起到土壤市政府抗议，海克风送长温菜2024年原先讲为保护土壤会安全的让片，海克绕口为老台滩俄罗斯具体做强天自然保留区。沿线沿海的地区哦，我们希望说自然的地景也能够指定为这个暂时指定为自然保留区。至于大潭藻礁未来是不是要启动文资法的审查的程序哈？那我想林务局的报告对我们市府来说是相当的一个重要，也是一个关键。中油讲为到为保护环境，俄罗斯为设立共同工业提供生态保育执行委员会，不过仅仅就讨论。这个委员会能做的东西，都是在要盖的前提之下，对于环境的保护有一个监督或者是更好的前提。可是我们常常知道，就是最好的保育可能是不盖。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它其实丧失了很多可以整体来谈保育计划的一些方法。就摆行讲，我该早教移地富裕，唔讲个消息嘅嘛。中油现住嘅2座天然气接收站，分别伫高雄仁爱、老推中国，被普西热嘅天然气都有2条为用钱。但是现在我们的2座接收站的设施其实都已经超过我们原来规划的一个设计量，那管输能力已经达到上限。我们希望借由第3接收站完成，将来形成一个北中南多一个接收站。推天规划的台滩填充加起3户烧气机组，希望做啲问题用日被铺天地。不过台湾大学博士后研究员曹家伟分析，除什么第3天然气接收站，2023年台滩填充含维持也到73%嘅发电能力，其中容量率最大都含维持也到13.5%。我们备用容量率只要是10到12% 左右，我们都可以保持我们的供电安全无虞。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的话，并没有所谓的没有关上第3接收站，我们就会缺电这样的情形。曹家伟判定，到了2025年，包含推定汉白为地纪录推动供电体加气嘅接收站，推办规格天然气接收能力会对2届2600万吨，增加到3670万吨。不过今年嘅市区量提到2354万吨，除上桥体贯通3隻嘅600萬噸，還存有300萬噸下架嘅量。曹家偉講，在能源政策嘅目標，唔單淨係廢氣、減少碳、還會降碳排放，所以國內2段期間，天然氣可能從50萬噸為主。我们的天然气的需求量会在现在到2035年之前急剧的增加，但是到2040年左右的时候，又会降回到现在的水准。找专家用分析，电用嘅情形下，对接收站嘅设置还那会变形。我们现在是把一个1000年藻礁埋掉，但是它可能在2040年的时候，可能20年之后，这个第3接收站它的使用率搞不好就会变得非常低。我们对于天然气的整个发展方向，我们是用短视的，而且还是用单纯的经济导向。政府在2025年50%嘅天地会对天然气类，不过能源政策全国会长期喺个规划来思考，不仅会为做能源转型从5股生态帮助，也系强固生态帮助从5股能源转型。